一大早折腾什么呢？四不像。今天有一只很厉害的神兽要来，得好好招待一下。很厉害？有我厉害吗？哎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神兽，它有着圣洁美丽的身姿，带来财富的祥瑞之力，受到众生追捧和崇拜。这不就是我吗？它应该快到了。皮皮，去门口接一下吧。好。哪儿呢？那个，请问这里是路人店吗？四不像，你把灭鼠喷雾放哪儿了？我叫兔宝鼠，是具有兔宝本领的上古神兽。只要众生有求，我就能吐出价值连城的宝珠，帮他们渡过难关。然而时过境迁，世间日新月异。主人，不用吐了，去找自我吧。人们已不再相信我的存在，也不再需要我了。不应该呀，谁会拒绝能带来财富的瑞兽呢？我也不清楚，明明我还为了跟上时代，学了各式各样的方法。你好，我们有一款超棒的理财宝珠，升值空间100%。您好，恭喜您获得头等大奖黄金宝珠999枚。亏本大放血，传世宝珠通通不要钱，吵死了！朋友，听说过模拟宝珠吗？有人信才怪呢。没有了人们的诉求，我便再也吐不出宝珠了，书生也就失去了意义。皮皮觉得呢？你真的能吐出宝珠吗？对啊，你好棒啊！我超爱吃宝珠的。好热情的小哥哥，那你能给我吐一个吗？这种感觉是……不用了，谢谢。不需要。一直以来不要，别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，不感兴趣。但是他却如此需要我。这难道就是神圣唯美的天地领悟孕育瞬间？这你也能吃得下去？我好吃好吃，你还有吗？有的，想吃多少都可以。有兽小剧场。以下哪个是土宝鼠吐出的东西呢？宝珠、网球、青鸟。回答错误，怎么这么自恋？看见自己就选呀？明显是宝珠嘛。兔宝鼠，兔宝神佑来自印度，有着很好的寓意。有种说法称它是蛇的天敌，因此能守护地下财物，所以成了财富的象征。在很多画像中，财神毗沙门都揣着兔宝神佑。